大家好，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我係劉子琪。乾燥嘅東北季候風今日係影響住華南㗎，所以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咧都維持喺40%以下。提提大家，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係現正生效，表示咧火災危險性係極高，市民要小心防火啦。另一方面，大範圍嘅衛星雲圖都可以見到咧，華南地區今日係普遍晴朗嘅喎，所以本港今日下午大部分地區嘅氣温都上升到23度左右，都較昨日高咗4至到5度啊！我哋預料受住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嘅持續影響，週末至下週初廣東係天色大致良好，日間温暖，不過日夜温差都頗大㗎。所以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聽朝市區最低氣温約18度，新界係會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24度，吹和緩嘅東北風。再之後啦，我哋預料季候風嘅補充佢會喺星期一晚上至到星期二嘅初時抵達華南沿岸，所以隨後2-3日呢啲地區咧係早晚清涼，日間係非常乾燥㗎。所以翻嚟本港嘅展望方面，我哋預料未來幾日係持續天晴乾燥，日夜温差頗大。而星期日及星期一係日間温暖，之後下週中期係早晚清涼。呢一節嘅天氣講到呢度，我哋下次見。